為咗完善黑沙環新填海區嘅交通網絡，部分路段實施改道措施，其中黑沙環中街會由雙向行車改為單向行車，而近海明居一段嘅黑沙環中街以及東方明珠街會全面開放。麥家豪報導。工務局朝早派咗多名工作人員維持行車秩序，亦都有交通警員到場協助。有駕駛者未習慣新嘅改道安排，不時行錯方向。為完善黑沙環新填海區嘅交通網絡，工務局實施咗多條道路嘅改道同埋開通措施。即日起，東北大馬路嘅車輛可以由布利達花園前嘅路口進入黑沙環中街，往黑沙環衛生中心方向行駛。而黑沙環中街會全面開放通車，成為區內一條內循環道路，並會由目前嘅臨時雙向行車改為永久單向行車。另外，東方明珠街亦都會全面開通，雙向行車嘅東方明珠街連接黑沙環中街嘅上下路段，車輛可以利用呢條路喺區內循環行駛，或者掉頭前往勞動節街。工務局相信新嘅行車安排會進一步提升黑沙環新填海區